时间在7月初5到初7，有3天的活动，内容有趣味台语、童军亲子体验、表演艺术等等的活动。地点在台语文创意园区。欢迎厝内底有国小1年到5年的小朋友，会使报名来参加。报名专线电话：04-724-4909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anet。如果收到朋友的 LINE 讯息，要求你代收简讯或是代打电话，就要当心咯，因为这通常是歹徒正在进行诈骗。请直接打电话问你的朋友，才不会受骗，让自己的荷包失血咯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恁厝内垃圾是毋是定定听袂清楚？转过来，转过去，较准就是收袂到。来，关怀电台即马介绍你一台上新上赞的垃圾哦，会当设定时间、设定电台、锁定频率，也阁有电子显示荧幕。除了听 FM 加 AM 以外的节目，阁会当定时做闹钟啊，嘛会当插耳机。不管厝内插电、厝外斗电池，拢真方便，而且美观阁大方，遮尔赞的垃圾哦，外口无咧卖，只有关怀一声独家代理，专人送家附上。电话：04-724-0922，724-0922。在地声音，在地关怀，关怀本土，关怀台湾，关怀你我每一个人的关怀广播电台 FM 91.1。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。欢迎收听厝边隔壁的节目。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，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。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语言甲文化，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，邀请无同款的来宾，为因上专业、上熟手的话题，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。厝边隔壁的节目，用上轻松的心情，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，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。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的一点，会当结合出济济共心的力量。厝边隔壁，小少来关怀，关怀台湾的好将来。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.1关怀广播电台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.1。今仔日是星期二吼，咱端午节过去吼，肉粽节过去。今仔日咱的节目的时间。即嘛是厝边隔壁的时间，咱当然是用即个时段，当大家来做伙关心咱地方的事事项项，地方的人文事件大家所关心的代志吼。今仔日是由周清玉伫节目的现场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这1点钟的时间。咱大家知影伫每一天咱拢有咱的贵宾，今仔日大家有看到吼，是咱的溪州的乡长，咱黄胜禄、黄胜禄，咱大家拢叫伊阿禄吼，阿禄足亲的啦吼。是特别吼，最近即个新闻上，咱嘛看到伊有受到一寡安尼真正风台尾去扫着吼，扫到遮来吼，咱拢感觉足毋甘。即个今仔日的时间，我想互伊嘛有机会通甲大家去做一个较详细的报告。但是我今仔日特别邀请咱
乡长阿乐啊来甲咱的现场吼，我有真大诶想法啦吼。因为拄打肉粽节吼，咱关怀合唱团吼，嘛特别受到因看有起吼，请咱去甲因唱歌呢吼。迄一工吼，逐个拢足欢喜吼。咱拢总有3团的合唱团，当然因为过节有诶人可能袂当通全程拢到，所以拢总差不多50个去尔吼。去吼，看着足热烈咧吼。阮逐个拢真欢喜伫遐家己唱歌。佫有唱着一条吼，迄个溪州的肉粽，叫溪州肉粽。当然，迄是咱来甲因解释啦，大家真欢喜吼。哈婷等互乡长甲咱讲看，倒是有及格啊，无及格吼。咱伫遮先请咱的乡长甲逐个问一个好无？是所有咱关怀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吼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乡长。是。阮迄天唱歌，毋知有及格啊无？非常赞哦！当然，伫遐尼闹热的场合，会当，阮是应该是算邀请几啊年，终于伫今年算是阿老爸乡长的任内最后的一年成型啦吼！才一次闹交去吼，所以非常感动吼！咱周前县长呢，佮带这么侪人做伙来闹热。增加阮真大的一个光彩，非常感谢。大家唱甲足欢喜，但是你知影吼，阮真欢喜去唱歌有2个足大的目的，3个啦吼。第一个就是讲吼，因为阿罗啊乡长有甲咱讲吼，讲伊爱咱即个合唱团，其实过去就是讲因有即个联合的即个毕业典礼。是。其实阮有练哦。练迄个凤凰花，因为阮听讲，因拢伫迄个凤凰花遐吼，因有一条2公里的凤凰花的迄个路链吼，阮是足想。毋过吼，因特别的时间吼，拢是上班时间。上班时间吼，逐个咱的合唱团吼，毋是逐个拢无代志，逐个拢有代志。是拜六礼拜若休困日才会当去唱吼。所以直演。今年阮讲今年一定要来，结果讲因今年无爱联合迄个毕业典礼所以直讲无迄个肉粽节，阮讲好一定爱来。因讲因有肉粽要用肉粽要甲阮请啦。阮吼毋是得讲笑的啦吼。阮是想讲，阮嘛要甲请啦，就是讲，阮要用阮的歌声，真好听的台湾歌谣来声因溪州乡的乡民吼，原来爱。做合唱团啦，所以大家互相声来声去安尼。是，还佫欠周县长即个承诺还未兑现吼，就是溪州要来做一个咱合唱团，咱关怀合唱团吼，这阮嘛一定会实现啦吼。除了下任进程呢，会紧来促成吼。足欢喜。进程邀请伫时间上的问题呢，因为联合毕业典礼甲凤凰隧道即个文化活动呢，都是爱配合校校。对。校校就较无方便伫假日，因为配合学生囡仔吼会毕业典礼吼，所以这嘛较抱歉吼。但是无要紧，阮即个望吼，伫今年总是伫16号迄天吼，总是会当来完成。佫这年闹热，阮嘛是非常欢喜。上天嘛足帮忙，这2天倒落雨，阮办活动迄阵，我是烦恼甲吼，用咧袂困哩吼，是讲咱拄好1年1度的一个肉粽节活动，气象预报吼，气象的报道吼，天气遐尼歹。就是会落大雨，那非常帮忙吼，上天真正疼工人啦吼，是，大家伫安尼这么好的气氛内底做伙来过节吼，我非常欢喜。我想即几年吼，溪州过去的溪州拢感觉讲是伫中华县上南边较偏远，离中华市是加足远吼。以前感觉着足庄脚，但是阿落我做乡长了后吼，哇，拢。差不多，互大家感觉着讲，溪州，逐工都会听着溪州，拢感觉溪州有足大项的活动，不但有大项的活动，佫足有意思。是。所以我感觉讲吼，就今仔日的时间，就拜托乡长，
那你做8年来的乡长吼，我感觉我个人是感觉有足侪项，互我足感动着，因为我看到过去的溪州是足庄卡的，即摆看到因后艺术节，后迄个规个乡的规个爸爸长，规个做伙来爸爸长，万众一心吼，已经毋是第1年啊，已经办足侪年啊。今年佫有互阮通去吼，大家欢喜啊，足欢喜。我佫甲你讲，甲大家报告，甲大家声者，迄肉粽有够好食 ，Q， 我转来就紧甲食落去哦。啊，特别今年的肉粽佫有特别的意思，因为我想大家报纸有看到，讲是将咱的溪州的中华的查某囝啊去做即个北农的即个总经理，结果为着遮的菜，毋甘互伊无菜，所以引起一寡误会吼，有人特别操作。我是讲，所以今年吼足有特别的意思。我想，毋知乡长你要甲阮大家佫讲一个袂？是，伫遮非常感谢咱周县长咱关怀电台，互阮即个机会吼。我担当乡长的任内呢，应该是算8年啊，吼，8年外超过。那么，伫即个时阵呢，应该会算会当做一个成果的验收啦，吼，也甲大家甲落啊检验吼。即8年外来溪州的改变，甲做了啥物吼？其实我真简单甲大家报告吼，伫溪州的即个政务的推动方面吼，我拄入来公所的时阵，要求的是即个上班的一个纪律啦，吼，就是讲要求咱公所的即个同事上班呢，会当大家准时莫互咱即个乡亲时代呢来公所接合到即个公务呢，必须要走第2抓。我拢希望讲乡亲时代因年纪有诶较济工课帮咧，那么溪州因为土地较阔，所以来到公所了后呢，会当一抓就完成，莫搁互这个时代呢，搁来走第2抓，讲因为无伫咧啦，因为无正常的即个上班的方式呢，来闹交去，再搁叫因过顿工搁来，是连工搁来吼，这是我基本的一个要求吼。第2项做够啊啦吼。当然这是。当我入去公所的3月初，99年3月初入去公所了后，我就严格要求这项吼，所以这是一定是服务的方面，这个时代拢总非常的满意，因感觉做最大的一个改变吼。入来公所了后呢，不但态度方面，包括阮的办公厅舍，这个入来办公室的这个柜子吼，咱嘛甲放低。这周前县长当初咧。担当县长的时间，就是比如说有要求咱的户政所啥吼，这个柜台哦，就是很真直接、真亲民的，甲咱的时代会当直接来谈论伊的需求咱的服务吼，袂讲迄个柜子用甲悬，敢若一个面看会到，安尼你拄证件，这个去除这个官僚，感觉绝对无共款。要求公所的同事。只要这个时代来到咱的公所，一定爱奉茶，吼，就是互伊讲，你来就是我的人客，就是公所的人客，吼。你难得讲有拄好要洽办公事来到公所这方面，吼，这是绝对互你宾至如归感觉讲公所的一个改变，一个亲切感。那么第2要求就是伫服务的方面，吼，比如讲阮的灾害申报，是讲咱这个专属的申报。等等真济的公所甲时代的即个需要大家申报的方面呢，我就要求讲公所的同事呢，一定爱下乡落去服务。过去我知影讲，听讲即个灾害的申报呢，集中绝大部分拢总集中来到公所报，伫即个礼堂所以要报即个灾害，敢若一个申报呢，规礼堂考。大家爱伫等足久吼，咱就下乡排日子、排时间，或者时代毋免来走到公所来。第2，申报的即个证件呢，上好会当先事先发互咱这个时代，透过邻里传邻长分互这个时代的手中，吼大家会当减少即个申报即个来定时甲时间，吼这互大家方便吼，这叫做下乡服务，吼其他呢时代拢总相信阮济的时代拢知影罗乡长的即个大哥大，我为着个方便，讲这手机行大家记袂牢，
过去建一个特别好记的西周乡我爱你这个大哥大，大家随时有啥物迄落拢会当伫我的脸书也好，公所的脸书也好，啊，毋知影脸书你敲手机啊，就会当找到乡长，乡长拢会伫上紧上短的时间内底，随甲你答复，随甲你处理。哦，搁一项就是讲，虽然咱的政府要求垃圾不落地，但是我知影讲，伫收垃圾的时间当中呢，尤其像即摆热天呢，咱一时段拢到4点外才要去田的，才要落去做工课。5点要甲你收垃圾，5点外你要搁倒来讲赶即个垃圾有困难，若无你就是爱工课放咧，半工倒来赶。我要求咱的清洁队员呢，较辛苦咧，爱替咱的时段做即个服务。啊，所以阮的服务绝对是讲，你的垃圾每一包，除了讲偶尔有漏去，迄有当是人员调配的问题，讲哎，伊都即今日司机换人，或者今日咧赶垃圾换人，这是真少的现象。至少阮的要求是每一包垃圾清洁队员，大概时段无方便的时阵，咱的清洁队员呢一定爱做全面的一个服务。意思是讲。会去甲因倒退，还是安怎？一定拢甲赶起哩，你倒放咧路边，我嘛甲你赶去。啊，当然我嘛是一再呼吁阮的时段吼，因为安尼来就是有一个副作用。有个人讲，啊你放咧，伊就甲你赶，啊我家己出来赶，啊我连工就免出来，伊嘛是甲我赶。哦，变做讲，等下遐垃圾放互清洁队员赶，会愈来愈济。哦，这是队员我那会甲我反映的一部分啦吼，所以我嘛是一再奉上讲，拜托咱时段你时间如果许可。那你尽量家己出来赶，吼啊！不得已的情形下，阮会全力甲大家服务，这是服务。这就足大条啊！是啊是啊。我嘛是爱拼垃圾。哦是。啊，这阮增加这个时段吼，我知影这个时段因为年纪较济啊。骹踏舞较无方便，时间上较无方便，然后动作会较慢，等足侪原因，所以伊会当一前5分钟、10分钟，甚至半点钟先摕出来遐，咱的队员全部拢会甲因服务，这是服务的部分啦，吼，是。那过来一个改变就是讲，甲时代即个乡亲时代来报告，就是讲，溪州自从我个人上任了后，每一年的一个文化季的活动，吼，咱为所谓甲西黎做伙办即个两岸合办的文化季。那两岸即个文化季的活动，为看见西周，为我爱西周，为溪州上水，为配合着西黎大桥60周年，或者西周喜事，啊，过来溪州向前行，等每一年，阮咧个。即个时代，你听着讲，我拄则讲的即个名称主题，每一年即个活动总是咧行销溪州，提升溪州的能见度。是。啊，过来因为西黎镇长换人的关系，因的意愿啊，所以咱就求转来溪州，咱家己办，阮就用一个叫做黑泥季。黑泥就是咱的流水溪的流水沟图，所以咱号做名称，号做。黑泥季，因为阮这当中第一任的当中呢，100年遐，佮为着中科抢水，咱为着要替咱这农民顾这个水啊，所以咱特别对这个流水沟图，这个流水特别有甘心，特别有感恩啊，所以阮才将这个文化季的活动叫做黑泥季。我相信，伫台湾这么济的乡镇，每一个乡镇来讲。有一个乡镇公所，每一年有法度办即个文化活动，而且阮无停的，绝对无中断。然后一年搁一年一直扩大，愈办愈热热，愈办参与的人愈济，愈办即个内涵愈好。这是溪州应该是算少数的乡镇之一吧，这大家会当比拼。而且办了足大型，啊，佮足认真、足拼势，啊，我看起来是。敢若毋是一个团体咧办，是规乡拢做伙咧办。迄个感觉是足清楚，感觉毋是一个所在啊咧办活动诶，尔是敢若逐个人拢有份诶啦。是，啊，咱诶活动甲县长报告，咱诶活动应该县长嘛拢总，几乎我们每一抓拢有来吼，拢有来关心吼，来指导。啊，即个活动，管是一年比一年搁较有内涵。吼，大家知影讲，即个黑泥就是流水沟图，就是要讲爱阮这乡亲时代珍惜即个物件，感恩即个物件。流水溪，互咱即个流水，互咱即个流水沟图，
会当带互咱地方家家户户即个生计的问题，种菜、种稻啊，等等种芭乐，带互阮真大的一个运势吼。我感觉迄个意思足大，因为我特别感受的，就是讲，看起来是规个乡拢叮当，大人、阿婆、阿公、少年的囡仔、细汉囡仔，看着迄路公妹啊，中间爱过啊开身躯乌索索，看甲足好看吼。因安尼耍甲足欢喜，大人也伫遐，囡仔也伫遐，足侪文化的活动，足侪艺术，甚至足侪物啊，包括石头，包括啥物，拢出来吼。迄个感觉就是讲，哇，这是真正全面的运动呢。是，阮咱所谓一直提倡的是讲黑泥不脏，这土对咱是真大的一个温情。那咱一般人过着一丝仔土，就感觉讲阿渣垃圾吼，所以阮一直强调黑泥不脏，所以。鼓励这士大人呢，带这幼囡仔，咱幼稚园国小的囡仔也好，有诶大人嘛好，来耍这落水沟土。这落水沟土水水水就好啊。但是你看，带互阮这落水溪烟花，这咱这这乡亲时代偌大的一个运势，安尼，这是互大家了解。而且，阮的文化节的文化季的当中呢，你看有迄少年朋友，甲咱南州国小的小朋友呢。去做一个 logo， 一个意象，做孕妇。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落水溪就是咱母亲之河嘛。所以伊用迄土，用阮的落水沟土去甲立一个孕妇的这个 logo， 阮是非常感动啦。大家拢参与。我会感觉讲溪州，当然我相信甲恁伫遐就有关系。因为以前过去庄脚咧吼，敢若较无去注意着，但是你做乡长了，哪会即款的活动直直出来，而且是有内容的，毋是像人讲伫咧办活动就来唱2条歌卡拉 OK 甲唱咧吼，当然迄嘛毋是无好，但是会当变做是全乡每一家大汉囡仔、细汉囡仔、老大人、阿公、阿婆、阿嬷安尼，逐个拢来，我是感觉这是足了不起，比你讲。咱全国拢有咧办足侪足大项的活动，但是伫一个庄脚的一个乡，会当安尼带动到，真正入到每一户、每一个家庭，拢有迄个感触。而且我会感觉，敢若即马溪州，敢若已经是变做是一个文化的乡镇啊。是，因为参与的人，就是我个人一直主张讲，咱个人。不管虽然我个人有政党的属性，咱希望伫咧推动乡政的时阵呢，莫去分，我拢定来讲，莫去分查甫查某或者男甲女，莫分男甲女，大家做伙来留者，做伙来参与。那尾啊，即几年阮有合作万众一心，其实我主要目的就是伫遮万众一心，咱的众人的众，甲改做万众吼，就是借即个五一节，即个万众一心吼。借即个五一节的时间呢，每一个社区，每一个时代，拢会当来做伙来公所的头前做伙来过节。会当大家有一个凝聚力，有一个乡的感觉，讲无分你甲我。无分倒一串里，大家做伙来过即个节，安尼欢乐、快快乐乐的一个气氛。而且阮嘛曾经就是讲，伫迄年子的时阵，每一年绝对有溪州落水米的即个便当大赛。因为阮就是一直咧行销，就是讲毋是干那即个活动，然后阮的内底其中的一个内容，就是讲，大家知影溪州落水米是足出名，所以用落水米煮出来的便当。这就是全台湾上好的一个美景嘛，这嘛是因为拜落水沟头的一个手势这样子吼，就是安尼来会当行销着溪州，溪州有啥物物件？溪州有真侪芭乐，真侪菜，真侪葱啊，过去的麻辣巴里，溪州的落水米。等等足侪物件拢伫阮的迄年子的当中会当展现出来，互大家了解讲，溪州是一个这么水，然后会当生产这么侪农特产品的一个所在。我想这是因为落水溪就是伫咱的即个溪州里，伫
伫烟花嘛。是。哦，啊，所以即个就是咧，逐个拢咧讲落水溪，迄边是西螺，啊，即边是溪洲。是。所以即个逐个，我相信对于即几年溪洲安尼带动即个规个遮尔济活动，我真正直直感受的，就是讲，伊毋是干那办活动尔，是真正互逐个入去心肝底，知影讲啊，我着溪洲人，我着即个土地，我着对遮大汉，伫遮出世，伫遮大汉，啊，伫遮努力，啊，遮会当去听着家己迄块土地，当然，啊，去发扬伊的文化，啊，会当行销伊的即个物产，啊，行销伊的地方地理。啊，遐人文，我感即点是足成功的一点。我个人是不止啊感动，而且对着恁即个抢水的即个活动吼，我想嘛已经几落年吼，但是即件代志，我感觉即马其实嘛还阁有看到迄个结果吼，甲伊即个影响，我是想讲，是毋是借即个机会小可阁回忆一下吼？哦，当然这是辛苦的工课啦吼。我常常安尼讲，台湾伫一个工程发包了，那么经过阮乡亲时代做伙团结一致来抗争，佫会当抗争成功，会当将这个工程甲动起来呢。这溪洲应该是即件所谓清水的工程，这应该是算头一件。我想即个中间，迄个乡长实在是嘛是扮演真要紧的角色哦。哦，当然上界要紧的，大家知影即摆北龙的事件是即个吴英玲总经理吼，阮即个秘书吼，伊非常戆大啦吼。当然，即个努力是长期的，我拄则有讲，这经过年外的时间，毋是一摆的抗争，也是一摆的作秀，也是一摆的即个北上真情，就会当完成的，是连续经过年外的时间，阮拢总干那去行政院、去内政部即个环境审查会等等，拢总去14摆。你像咱动员，佮请游览车去到北上，去到台北，去到甚至总统府凯达格兰大道头前。然后去内政部遐，去行政院，去坐伫咧广场，伫遐拍字，伫遐南湖，安尼14逝。哦，莫讲金钱的损失，迄拢总莫去谈论。你看这个时代偌艰辛。过来，阮就是伫要乌水港的迄个圳沟边，阮伫遐搭平啊，伫遐守护，伫遐整整拄好100工的时间。啊，咱嘛非常荣幸，感觉讲会当得到。当时马政府的高层的认同，才将这个工程来取消。这是非常无简单，大家辛苦啦。这是无可能的，但是等于发包了啊，工程发包了啊。那大部分都想着讲，这要真正完成，实在是要规个改变，差不多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是啊，所以我毋则讲，咱嘛非常荣幸，就是讲时代无。心内所想的袂动摇，当然，即当中因嘛放足侪谣言啦吼，真侪所谓去中伤啦、分化啦吼，或者乡亲要，就是讲看会当拍退堂鼓无，吼会当莫阁参与即个抗争，但是阮愈来愈结合的愈完整，然后人愈多，然后即个力量愈大，那么。当时的执政党呢，有感受到这份的这个力量，搁了解听会入去讲，咱抗争的一个理由，有道理啦。是，所以就是非常欢喜嘛吼，会当讲安尼部分来完成讲来符合着大家期待，来这个工程来暂停。所以我想是对遐，咱就看到阿乐啊做乡长会当带百姓。为着地方即个水的即个管理的问题，实在是甲咱的农民的生计直接的关系嘛。这真正是生死交关安尼吼。无努力，明明看政府都安尼决定，都现在袂使，敢安尼真正是值得来配合，真正敬佩。是啊，所以我拢安尼滚笑啦吼。讲咱比别人较认真，但是真正比别人较歹命吼。我任内即8年当中，除了即个中科清水以外呢，咱还阁有所谓中南园区即个橡胶产业的即个开发，咱嘛是结合着阮水尾川这个时代呢，非常努力，安尼甲主动开，然后将即个开发案会撤销，保留咧，即马
咱农粮署农委会呢，要做农业相关的文创产业，甲改变倒转来，甲农业相关的，这么好的农地来做农业文创的产业，即卖已经农粮署中区咧规划当中。是，所以这拢是非真辛苦的工课啦，真正是真辛苦的工课。是。所以，安尼听起来，都已经是两大项，一个中科抢水，一个是中南的文创产业园区，所以这两条是足大条的呢。是啊，对溪州来讲，这是一个真大的改变，事实上真大的改变。比如讲，你中南园区即马来做厂家的产业，啊，要到100家，啊，这不但甲农业无相关，而且是高污染。高污染的产业，是，啊，所以阮水尾村这时代真在意嘛，吼，真关心这个议题，啊，所以阮就甲因做伙一直拍拼，嘛是一摆搁一摆，安尼一直动员，然后一直真情，一直抗争，拄好幸运，咱委员长顺利来当选的。啊，才会当将这个开发案，甲做一个改变。是。啊，即摆农委会嘛非常赞同，伊嘛真介意即块地吼，即个真好。拄好伫台湾的中部地区。啊，第二就是讲，即个土地面积有够大，啊，所以因感觉讲，因来做对100家。所以规个将迄个区完全变做文创产业、农业相关的文创产业。因即马委托给迄个王分署长因咧规划啊，真咧规划。真好，所以我感觉即个还佫有一件吼，你敢知还佫有一件？是啥物？我想你还佫足侪件咧。是。我知影佫有一件吼，以前一个叫做肥猪肉的迄个工园吼。这工园是安尼啦吼，这是当然对地方影响较无遐尼大，但是这个名称的感觉。对溪州，阮感觉足无好。就是讲，溪州伫王县长的任内，就设即个所谓溪州公园，即个号做花博公园，过去甲号做花博公园。那一年比一年较闹热，一年比一年树仔大丛，公园一年比一年佫较水。伫到咱道县长的任内，竟然形容阮逐个莫名其妙，毋知影为虾米即个名称号做废之路公园。啊，你若来问阮这个时代，到即马即个名称。足侪人讲袂出来，毋知飞什么路，还是什么，反正从即个英语的外来即个名称呢，讲袂完整。啊，因上好记就是加转肥猪肉嘛，吼，这是英语的迄个即个外来的名称较歹记，因来甲号做肥猪肉。肥猪肉。啊，这甲无地方的一个历史性，无地方的背景，甲地方的历史完全脱节。啊，大家一直行销，就是阮这么努力，拄则有讲到，就是一直要行销着溪州嘛。啊，溪州遮尔出名，开始有一个遮尔水，台湾上界大的一个平地的一个公园。啊，你雄甲改一个什么墨尔本迄边出名的一个公园，叫做肥猪肉，莫名其妙。啊，所以阮着一直努力，希望讲县政府会当宣传，讲这着溪州遮尔水的公园，着溪州公园，就是溪州公园。啊，阮莫名其妙甲号做肥猪肉公园，非洲公园。嘛有伊的特色，号做肥猪肉。原来大家着笑甲足好耍。是啊，这着地方的一个严格嘛，啊，阮一直想讲行销着在地。行销溪州这两字嘛，吼，安尼啊，大家咧努力，安尼当这个知名度愈提升的时阵，将溪州甲改做废之路公园，莫名其妙，大家拢问讲，台湾有一个公园袂歹，啊，废之路公园，废之路公园到底是伫什么所在？伫什么县市内底？大家拢三无就对啦。所以我想，其实有这个过程啦，吼，但是不要紧，总是恢复到咱原来。家己在地的即个名称，即摆是有恢复啊，敢毋是？即嘛不但名称恢复，而且即2年来、即2-3年来吼，拢是咱旧历农历过年的当中呢，即个咱的国人呢，咱国内的人选择上界侪人来佚佗的一个所在。咱春节即个年假的当中呢，的一个首选，就是春游来佚佗的。人口上界侪一个景点，是，这互阮非常感动啦。啊，阮嘛非常了惊吓，就是讲过年当中，
游客这么多，然后造成一定塞车吼，所以这交通的方面呢嘛非常辛苦。这个分局甲咱检察机关这同仁这么辛苦咧疏解交通，就带来真大的一个知名度，我嘛非常欢喜。对地方有经济上有提升无？当然啊，咱讲人来都有人潮，都有前潮吼，啊来当然啊，地方最少增加一寡就业机会，大家爱摒扫啊，包括咱的单位啦吼，检点管理啊，地方附近的来最少，大家拢会带一寡农特产品回去，是。所以已经税收有较悬无？哦，当然是真好啊，大家嘛真欢喜啊，但是这有诶袂使讲啦。嘿，就附近阮遐时代，因着门口埕嘛好吼，啊伊诶田诶嘛好嘛，会当为了做停车场，减少不无小补啦，嘿，总是像这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。所以其实吼，我感觉，咱看起来到目前为止，这拢袂真好。但是我咧想讲，你做乡长了后，即马林义到啊，过来应该是，你应该袂使干那咧顾恁溪州尔咧，咧全县的即个发展啊，全台湾你会晓行销溪州。嘛，都爱会晓行销中华哈，嘛更加爱会晓行销咱台湾，因为这其实是咱真重要的根本啦吼。所以嘛真希望讲，咱乡长你安尼做八栋啊，你嘛做行政首长，有地方，我看吼，一个乡镇长要舞遮大条的，佫毋是舞一条的吼，3条、3、4条，地方的。实际日常安那咧改变，安那咧提升咱的乡民的即个规个意识，我真正足感动吼。溪州遮算是装卡是装卡，但是意识佫足清楚。佫会当互乡长安尼会当通做伙努力然后努力到的代志，我是感对即点我是足有信心。咧讲敢若即边即个北龙的事件吼，咧讲是毋是迄个吴英玲总经理是毋是为着要甲你绑桩？我讲敢若这足敢若斗袂起来呢，因为我感觉即个乡长敢若毋免绑桩，伊普通时做诶，就做啊贴到每一户每一个人去啊，老早迄个。伊就每一个拢嘛伊会调甲吼，敢着爱佫用一个即个春的菜吼，而且实在讲溪州本来嘛是拢有足侪做农的咧吼，敢着爱用这来放吼，我感觉敢若即两件代志我斗袂啥会起来啦吼，所以我想讲乡长你敢要借即个机会，现在小可讲一个，敢袂？是。这件代志当然伫最近即几个月吼，应该算起来是算上界热门的一个题目啦吼。大家应该上界有趣味啦吼。我一直想讲，国民党伫即个选战了后呢，我感觉为即件代志，我感觉国民党知通悔改就对，完全无改变吼。因为谁若讲因无改变呢？用即个事项吼，第一就是讲。即个吴秘书，我讲说即个吴英玲要去北龙开始就是应该毋是因其他的人选，所以入来了开始用一寡假的新闻、一寡标题，就一直甲抹黑，然后一直甲贴标签，然后互伊引起着这少年人的一个剥夺感，这是上界重要因的目的啦吼。所以，但是拄好着阮即个吴秘书呢，咱庄卡的查某囡仔。点点啊，互恁骂，点点啊，互恁讲，拢总无爱回应你，无爱插你。伊认为讲，伊咧做诶代志是对诶，伊咧做诶代志是认真诶。到尾就知。伊无爱插恁安怎讲，插恁安怎批评吼。伊个性一向就安尼是。一向拢是安尼，所以伊拢是点点啊做。其实拄则主管长有提起着溪州真济做诶事项，其实拢是伊诶。创意啦，会当安尼讲吼，甲你社会配合，是，拢是伊的一个 idea， 伊一个想法吼，安尼做，做伊毋捌去，我讲安尼歹势，算我较占风头。你乡长是，我较占风头吼。是你带头，你若无带头，敢嘛要
要讲安怎做袂出来？是无毋对啊，但是真济是伊的想法，伊就是安尼点点啊认真啊做。你甲想看讲，真简单讲，为头前开始讲起讲，你入来了，甲定即个标题讲，北农休市菜价崩盘，两项拢毋是真诶。第一，北农休市毋是北农决定诶，伊6月2伊去，5月开会就决定啊。而且，即个会嘛是市场管理处、台北市政府管理处决定的，嘛毋是伊决定的。过来，菜价崩盘，迄个时阵的菜价有落价，咱承认。但是落价是每一年几乎每一年，大家拢知影，过年过来菜一定落价。当头大家拼落布条啊，过来过年买的菜买遐济，过年前买的菜食也袂了，需求减少嘛，根本拢总无影即个情形。过来，咱产的是毋是？拄好迄在1期甲2期的当中，有2个月的时间，大家过年前迄拢个野菜季也落产的，大家每一个人的产拢是菜啊。寒天嘛，虫害较少，所以菜量增加遐尼济。伫伊今年2月27当迄一天菜的收盘，还佫比往年较悬。所以这拢总毋是事实。过来，伊讲伊说做神隐少女，伊安怎神隐？只是你记者追求要问的是讲，主题2项拢毋是事实，伊要安怎解释？我有甲问啊，我啊你哪会出来讲？伊甲我讲，伊若出来回应记者媒体的问题会解决无？伊迄阵的紧张是讲，哇，怎菜遮尔济，要安怎紧来处理？你甲想看迄天，咱2月28迄一天的菜量超过43年来北农的进货量。入的货上介济，价钱无崩盘，安尼就足够啊！这是真无简单的工课呢，是大家拢认为讲，而且阮得到的消息，还佫有人恶意咧操作呢，就是讲菜卖车去洗咧，这尾也有经过因青果社的一个认定，讲确定有即件代志啊，就是讲菜大家卖再去洗咧，卖再去倒位做，大家拢再来北农，要甲用互逼。哎哟，互伊无法度处理。那即几工伊所谓神隐，真简单的道理。第一，伊咧处理代志。伊讲好，即个菜休困的代志，连续休假的代志，啥物人决定的问题拢是走出来。对即个问题有解决无？不管伊即摆将事实讲出来，讲台北市政府，还是农委会，还是伊北农决定，就已经决定休困啊，问题出来啊，是毋是爱紧来解决即个问题？这是事实。过来一点就是讲，伊讲哥哥，你出来讲，伊要讲互啥？台北市政府要杀互农委会，那伊出来要将真实的代志讲出来，讲是你台北市政府主持会议伫5月决定的代志。台北市政府嘛，伊的头家呢？是啊，就算伊替先忍受互人骂就对是啊，伊替农委会来。讲清即个代志，讲是台北市政府市场管理处决定的，或者是讲台北市政府请出来，就第一时间就将即个问题要杀互农委会，拢是伊的头家啦。讲安尼歹势，所以伊出来讲，伊就干脆家己先收起。伊讲紧解决问题是上重要的代志。咱感觉讲，伊非常感觉安慰，讲北农遮的员工，就是伊带即个团队，大家认真咧解决代志。认真处理代志，会当互即个问题、即个危机，甲解除掉。所以即个员工有对伊咧做了对。当然啦，这是毋是伊家一个，毋是伊一个领导法度啊。比如讲，迄天拍卖，因一般拍卖到10点、11点就结束，迄天拍特别延到下晡去，延长时间拍卖的时间。但是这实在讲吼，实在是有影冤枉。伊其实毋免遐尔啊，真正是阿信啦。是啊，是啊，是是啊。伊都实在讲，但是伊都认真啊做得好啊，但是嘛是会使讲，毋通安尼顾人猫哦，真正顾人猫安尼猫甲。伊思考的角度就是安尼，观众来报告就是讲，伊思考的角度就我拄则讲的讲，安尼对问题有解决无？伊媒体好啊，来甲媒体来伫媒体上来讲，这都台北市政府市场管理处的责任，毋是北农的代志，毋是伊迄个北农的代志，毋是农委会的代志。推卸即个责任，咧杀即个责任，对问题有解决无？无解决。所以伊就是秘咧市场内底，一直联络所有全台湾买菜量较大遐个人，
紧拜托伊讲，你斗紧甲销一寡，你斗买一寡，你用一寡，所以会当互即件代志平顺和平来解决，维持即个菜价。实在是这真正是阿信的哈。对，变做讲，咱的媒体就用一个标题，神隐，佮开始叫做神隐少年，神隐少年了，佮来甲调做啥？咱即个庄脚囡仔去到台北市议会，你咧质询，大家知影呢？不管代表会，还是讲咱的市议员，还是咱议员、议会咧质询，坦白讲，我承认这方面伊的应答有较弱。有较慢一丝啊！大家是足歹的啊！你还袂因妈妈，无因妈妈，大家是足恶的啊！所以反应较慢，讲伊合作，伊讲谦虚，讲伊都会认真学习。你就讲伊合作实习生，佮甲伊讲伊高薪的实习生，高薪250，伊条工用即个250甲侮辱人250。咱知影咱若咧经推人一个人。较背直，较啥就讲你250的，那250，所以伊甲合作250个实习生。第一，引领即个250个薪水，敢伊入去，伊接总经理才安尼吗？过去就是拢安尼嘛，你若无爱讲250的韩国语呢？无要紧。即马上较糟蹋人的，就是我定定滚笑。你讲伊250个实习生，恁台北市议会这市议员、国民党的市议员安尼甲糟蹋。结果，即马成果提出来，即个实习生赢过恁俄罗的韩国语。我定定滚笑，我讲，安尼韩国语恁国民党会当代表国民党去选高雄市长，安尼高雄市长民进党就毋免请陈其迈即个高材生去选高雄市长，叫一个实习生就好啊。叫实习生就好啊，叫一个实习生去甲韩国语选就赢伊啊，对无？你。人客气讲，我伫咧学习。譬如讲，我即马出门，人嘛是会从馆长安尼，35时咱嘛会撞着，甲咱俄罗的即乡亲时代，我嘛讲都认真咧学习。人总是不断咧学习嘛，伊谦虚伫议会讲一句讲，我会认真学习。结果因就用高薪实习生用即个标题来，或者少年的相对的一个剥夺感，或者少年的对民进党的支持。来，互因来制造即个羞愤，这是非常恶毒的一个方法，对对。不过我感觉当发展到遮来吼，总是好佳在因为因一直要想用安尼的硬叠叠叠咧，叠一个煞怎代志煞愈讲愈清楚啦。因若讲像叠一礼拜啊吼，若煞刷去就迄印象就低咧呢。是。结果继续叠一个煞怎？叠到尾啊，事实一直真相一直走出来，即晚一直出来哈。但是我要甲咱听众朋友报告是讲，吴音玲去北农的目的，毋是要甲韩国瑜比，这毋是伊去北农的目的。是。过去甲检验讲，阮伫溪州，伊伫溪州配合阮公所所做的每一项事件，甲会去北农所做的。几乎完全是共款，我会当安尼讲，只是讲地方性甲去北农全国性咧做的，伊将伊扩大安尼尔。我咧想是内容工作的项目可能无共款，几乎共款。几乎共款。对，安怎讲呢？我要讲就是讲，因为伫溪州，就是对咱乡民的代志嘛。甲北农因直接爱对遐菜啦，伫迄个教育啦，啥物？我讲是讲迄个单项的项目。可能无一定完全共款吧。可能做法共款，意思共款。对，内容本质共款。譬如讲，伊爱即块土地，拄则有讲到中科抢水的代志，佮讲伊阮溪州是真少县市乡镇有做即个申请商标产地认证农产的，只要你是溪州会当的农产品，会当经过阮的溪州公所的认定，打阮的 mark。你会当，阮这有商标的哦，阮是商标，嘿，毋是干那讲单一项讲一个乡镇公所用溪州的某一项米，是做毋是，阮是产地产地的认证。这所以伊嘛是一直咧推即个去北农了，伊嘛一直推即部分。第二项就是讲，你产地认证有经过公所，阮有甲中央大学或者是其他大学有做即个检验，有一年即马嘛是伫。为着咱这消费者的实在安全的问题，伊嘛配合着迄个咱的研究单位有做一个高质谱仪的一个检验，
这过去北农无做的，甲农即个平台是敢若讲产地来甲遮，我是一个，甲你一个转卖出去，即个机制，但是有秘书去遐注意到即个食材安全，替咱新北市、台北市这消费者做把关。这是真好诶。当然，所以我讲，伊甲伫溪州所做的工作是。你讲共款是即个意思？对，本质动机，动机。啊，比如讲伫溪州，阮就因外围的这少年的呢，有做一个上水米，上水即个农产公司，食品公司。啊，即个公司就是希望产地对即个食材安全是有做一个把关的，就是讲减少农药减少化学肥的一个使用，会当恢复即个生态。所以你看伊遐，伊嘛开始一直咧将即个物件扩大到全国，希望每一个产地内拢有一个认证，然后有一个产地的认证。这是足好。我看这特别替伊讲一下啊，这敢若大家较无咧讲这吼。一点点啊做。我一直咧讲因这市议员，当然过去相信咱这听众朋友。过去你嘛毋知影讲北农到底咧做啥？北农是啥物款单位？你嘛毋捌听过？那都讲，敢若讲过去因做诶，无人会去质疑，无人会去怀疑伊去做啥物。就甲咱这委员去逐个才认真咧甲检验。检验诶呢，毋是袂使检验，你会使检验。阮总是希望讲，角度顶大。对，你角度爱摕对嘛？北农即个。团体即个单位是咧做啥物工作？你针对伊的职责，落去甲质疑，还是讲落去甲鼓励，落去甲检验，拢总可以。你拢毋捌去，无去讲到这，竟然是去讲到伊买19,000块的菜送倒位，是大。你知影讲伊开19,000块买即个过去，因将这卖无出去的菜拢甲当作粪扫呢？那咱是讲会落去讲，伊当然是毋甘讲农民。去再来北农卖无出去的菜，讲竟然要甲倒落粪扫堆，伊才甲买起来，将为虾米讲2箍银？因为迄工都拍袂甲买啊，伊当然将迄工的拍袂价，爱甲介绍甲买起来，伊也袂当甲提升，安尼进前卖出去遐食亏啊。所以伊用即个介绍买起来，买起来佫毋是要送溪州呢，买起来，阮知影其他台北的社福单位紧通知因来载。我拄则有讲，因拄过年后，因的需求量无大，所以一直再出呢，明仔的菜人已经咧进场啊。即个北农内底即个空间，明仔人货车咧入来，这物件爱紧车走，拄好回头车才载倒转来。这是算上界破失上毋甘心浪费的做法，结果总互人安尼摕。而且嘛突发状况啊。对阮来讲，你若讲一个地方首长，比如讲台北市长，或者是讲市场管理处，甚至讲你北农的董事长，要若咱咧做，咱知影即个代志，咱会甲拍波啊。对啊，对。足好的代志啊，毋是安尼吗？对啊，应该是安，伊改变嘛。我讲改变，佮另外一种解说就是讲，表示伊有用心咧做啊。确实。你若无用心咧做，讲我来做北农总经理，我着若咧困过，你着敲电话来，我着讲，着看恁过去安怎处理，恁着安怎处理啊？就倒粪扫，拢无人会骂，拢无人会讲话。表示伊知影嘛，伊有用心、有认真咧做，才知影讲，过去安尼做，咱是毋是会当甲改变？我就是我是感觉讲台湾过去受到伫国民党的控制以下落来一寡。实在是真无适当的做法的，真正就是欠即款安尼，欠要实在想、实在做，牺牲家己，来处理，结果无得到破啊声，佮互硬死落吼，就要甲落死，好啊再落无死啦，即下落无死。咱感觉是真离谱的代志啦，吼，就讲为虾米因会安尼解说？咱感觉讲，这是一件做好的代志，为虾米会变做今仔日即个结果？咱就感觉真离谱。咱嘛是非常感谢全国支持的咱这所有听众朋友，甚至咱这国人也好，吼，大家对伊的一个肯定啦。这到尾也真相出来，大家感觉讲，伊着事实无做毋对。
也无影讲爱为着我来买万几箍的菜，倒来甲我绑装啊。另外，讲你用万几箍的菜来绑装吼，我感觉是，我怎感觉讲哦，安伤过离谱啊吧吼，因为就因可能毋知影。老我伫地方是安那咧拼势，伊诶拼势，佫毋是逐个毋知，佫是逐个知诶吼。规个溪洲已经变化无共款啊，甲过去诶庄骹诶迄个破湿已经拄去破湿外，佫有头壳，佫有加足捌诶，加足聪明，毋是干那破湿尔，佫加足聪明，佫会晓分是非。所以即边咱看着迄一工爸爸长吼，讲爸爸个要甲。送互咱的地方的即个弱势家庭以外，佫要送去互台北市遐议员吼，我感觉佫看着迄个维宁佫专工倒来做神秘嘉宾吼，我感觉看着足温暖吼，逐个则逐个迄一工看着溪洲的乡民，逐个足欢喜的，佫足活泼的，我感觉不但是欢喜哦，佫活泼，逐个安尼做甲足欢喜，而且这是一件我看到的是。过去经常差不多拢有看人咧包肉粽，即个团体、迄个团体、迄个团体拢有。毋过这是全乡做伙包。我感觉这是足无共款的，而且迄个气氛，逐个拢有通食，佫会当佫送去帮助弱势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气氛。是啊，着乡诶会当利用即个时间，逐个做伙来过节吼。总是非常欢喜吼，更加欢喜就是讲，维宁吴秘书因为伊7年外甲遮乡亲做伙，伊非常毋甘着溪洲，所以伊拢真陆续真关心，所以伫即个急迫的情形下，伊用遮个菜去想到溪洲即2个社福单位，嘛是正常啦，因为伊过去也毋捌拄过即个情形啊，所以看到乡亲安尼欢喜，伊嘛是拢总会倒来做伙来了解。我实在讲，因为咱小可知影，即个北农吼，毋是遐好利落的，差不多知。当初时我感觉讲，哇，因为那遐勇敢啊，敢去担即个事实上，就若知影的人吼，实在是可能若无，真正是讲。若无甲天公照打吼，所以这是阮当初甲因爸爸一直反对的原因之一啦。结果证明讲，咱真知都真惊啦吼。是。伊较，我毋知伊是真知原来敢去，还是讲毋知甲敢去，我毋知啦。但是咱即摆听讲过，伊实在是有较勇敢，嘛都有像即款的，较毋知影较敢去的吼。佫坚持家己的原则，坚持家己的做法，坚持做台湾人应该安怎去突破各种的困难，安怎才是咱整个安尼变化吼重生的一个契机啦。无我看北农吼要改变，我看吼永远逐个拢毋敢去啦。你知影即个风险啦吼，但是。简单讲，毋知影遮尔粗残啦，真正毋知影安尼一波搁一波，遮尔啊粗残，逼甲遮尔凶啦。即马经过即个代志了后，伊嘛是共款坚持伊的原则，伊总是希望讲伊伫农业的专业的部分，会当台湾有认真做，为着国家要认真做代志的人，有一丝真正做代志的空间啦。简单讲是安尼。我想这嘛是互咱一个另外佫一个。真正佫一个突破，真正嘛真多谢伊吼。虽然真正遮济代志爱讲拢讲袂了。真多谢啦，歹势甲听众朋友拢无机会互动，还是讲大家入来敲电话入来大家对话机啊，真歹势。伫咱的佮后壁抑佫有几个月的时间期待，兄弟，我相信。你有足济值得当互甲大家做伙分享的。多谢大家学乐，多谢观众学乐。阮一直寄望你有足大的期待。谢谢，多谢多谢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观众朋友啦吼，大家对溪洲的支持吼，继续甲阮听筒，继续甲阮鼓励啦。嘛更加借这个机会，多谢大家对维宁的关心，多谢。咱阿乐啊。无搁担当乡长以后，就是要竞选议员吼。请大家甲咱真优秀，搁肯努力，
肯突破，咱的阿罗啊开较济的支持，较济鼓励，希望伊会当顺利当选咱的议员，谢谢让大家地方各个继续来努力。谢谢，爱拜到大家，感谢大家哈，谢谢，多谢。咱即摆所收听的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.1。爱地球，大家付出行动了吗？只要改变消费习惯的小动作，消费购物时选择具有可回收、低污染、省资源特性的环保标章产品，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，就是友善环境的一大步。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邀您一起绿色消费，守护环境。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。阿梅婶，好久不见啦！